走最深的海洋，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欢迎收听5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3到14篇，蒙恩自省的人。一个人蒙恩自省，那代表他对这个给他恩典的那一位有所认识。而在这认识当中呢，不仅是认识这个给予他恩典的人，更是认识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限制。特别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想提醒别人，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被提醒。有一位老太太望着马路不远的一处高墙，她总觉得这个高墙呢马上就要来倒塌了，所以她看见每一个人向那个高墙走过去，经过她旁边的时候，她其实很善意的提醒那堵墙就要倒了，你们要离远一点再走啊。被提醒的人呢，不解地看着他，想说到底老太太在讲什么，然后还是很靠近那堵墙的经过了那条路，但是墙没有倒。老太太很生气，但是她仍然对行经那里的路人在那里劝告。1天、2天、3天，还是没有倒啊，没有人遇到危险啊。老太太想，我一直提醒大家，我发觉那个墙怪怪的。第4天，她决定她自己来看好了，觉得很奇怪，又觉得很失望，怎么跟她想的不太一样。她就走进了那个墙，然后就蹲下来，朝着这个墙根，就是这个墙的最底下看了一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墙竟然倒了，老太太被掩埋，当场气绝身亡。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故事，但不要是真实故事。但在生活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想提醒人，然而这个提醒，我们有发现我们自己在这提醒当中也是被提醒的人吗？若非上主以厚恩待我们，我们怎能察觉？怎么会平安呢？今天诗篇第13篇就讲到一位一直在等候心里的好事发生的人。在那个等候的过程中，他一开始就讲到那个等候的感受心情是什么。上主啊，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？是永远吗？你要转脸不看我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现在正处在一个很悲愁的情况中，感受到许多的痛苦，甚至我的敌人向我耀武扬威。这样的情况还要多久呢？这是一个个人向上帝祈求的祷告诗。在这首诗歌当中，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位诗人觉得很负面，是吗？但我们读下去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上主会以厚恩来对待他，所以他在这等待的当中，他持续的求，他持续的盼望，他持续的在他的无能为力，甚至在他的痛苦软弱当中向主来求盼望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。不要让我的敌人来笑我说，我们把他打倒了。不要让他们因为我的失败而欢乐，因为我知道不论我如何，我都知道有一位主，他能够帮助我。在即使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仍然能够以歌唱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向你歌唱赞美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施恩厚待我的主。
很多的时候，好像那位老太太，她察觉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不易，或是这样的混乱，甚至察觉到自己的限制。然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继续读到诗篇第14篇，我们会看见上主常常让人看见那样的缺乏，看见需要，甚至看见问题，其实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陷入在那问题、需要或是软弱当中，而是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景来看见我们的主，他是主。所以第14篇讲到狂傲人，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，当我们察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要避免我们成为那狂傲人。这个苦难这么大，人当然要想办法胜过啊，用自己的方法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寻求我们的神，我们不愿意寻求神在这件事情里面对人的心意，而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。甚至我们发现这个苦难已经大到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面对的时候，甚至就在那当中就算了，就坏了，就烂在那了，不愿意找神。所以诗篇14篇就讲到，狂傲人他自言自语，他第一句话就说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。狂傲人觉得没有上帝，所以在这当中做那厌恶的事，做那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。甚至诗人他觉察到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义的人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偏离正路。去世间查找有没有人没有犯过罪，有没有人没有走偏过路，诗人他的体会是连一个都没有。然而在日光之下，许多的人不知道真理在哪里的时候，不知道原来有这位定义我们生命价值意义的主，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非常宝贵的主。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真的即使我们知道在世上没有人行善，那又如何呢？即使我们知道那道墙就是要倒下去，那又如何呢？在这里就有分别了。寻求上主的人，他会以他认识上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来做出他会有的回应。然而不愿意认识上主，拒绝承认主的人，在这里诗人他说，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难道作恶的当下他不知道那是恶吗？其实以人心被上帝创造，应该是知道的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认识主，甚至他们对主的认识，在这里说的就是无知，他们没有对上帝认识的知识，也就是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主，他们不认识，所以他们按着自己的做法，明明你可以分辨，你可以取舍，但是你按着自己的做法，在这里说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嘲笑穷苦人的计划。可是就在那当中，诗人一位认识上主的人，他自己在那里反省觉察，他看见主要与一人同在，要与爱慕他、跟随他、认识他的人同在，并且这样的人是信靠主的人。这些人他们愿意信靠主，即使他们看来是在那个被比较下比较穷苦的、比较缺乏的，却因着上主要与这样的人同在，恶人要感觉到惊惶恐惧，甚至很多的时候，许多恶人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，因为他不认识主，他却可以感受到有一股超越的力量，是叫他必须害怕的。
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像今天 RPG 祷告经文所说的，罗马书3章23到24节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然而上帝是白白的赐恩典，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我们的主借着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死里复活的恩典，不仅是要叫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罪，更是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意来回转，来跟随他，来与他连结，来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我们就在每一个认识当中，在每一天的决定当中，在每一天的回应里面，主你是公义的，我就不再自作聪明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主你是怜悯的，那么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？这些问法，这些句子，都是因为认识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，所以我们开始进入在那个合一的关系里面。恳求主赏赐我们智慧，面对到自己的缺乏，面对到人性的软弱，不要忘了我们的主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以厚恩待我们，他使我们仍然有盼望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恶人就要胆战惊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主你饶恕我们，若我们是那恶人，若我们是那察觉到这个环境的变化，主啊，但在那个决定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，恳求主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，使我们所做的决定不亏欠你的荣耀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所看好，是被厚恩来对待的人。主啊，你用厚恩预备要救赎每一个相信你的人，并且你引导我们在圣灵的提醒当中，知道我们每天当走的路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就像诗人，他看见自己的限制，但是他相信主你用厚恩待我们。他看见世人没有一个义人，每一个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，但是因着认识你的知识，知道主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今天要救赎我们，并且使我们跟你有合宜的关系。主，我们就在选择上有了不一样的选择，有了合宜的选择，有了荣耀你的选择。恳求主你在今天我们每个选择当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，不仅是觉察到他在这个世代里面放下的需要，更是来经历他在那需要里面他已为你预备的恩典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